醫療服務咧喺嗇色園最早發展嘅善業嚟嘅，而喺1980年咧，本園更加去創立咗西醫診所。喺2025年，我哋慶祝西醫福澤社群45週年嘅紀慶。我哋嘅財力啊，就未必係足夠我哋大量發展。我希望咧，有福嘅人做多啲善事，服務社群，普濟勸善。歡迎收睇司徒對談，我係嗇色園董事會副主席兼醫療服務委員會主席馬澤華。呢位係我哋嘅好拍檔，嗇色園董事會董事兼醫療服務委員會嘅副主席蕭德華醫生。相信大家都見到我哋，應該都估到今集嘅內容呢係會同大家去分享醫療服務。醫療服務咧喺嗇色園最早發展嘅善業嚟嘅。1924年至今，中藥局嘅贈醫施藥已經係超過100年。而喺1980年咧，本園更加去創立咗西醫診所，致力為社區提供優質實惠嘅西醫服務。剛剛過去嘅一年，喺2025年，我哋慶祝西醫福澤社群45週年嘅紀慶。師傅，不如你同大家去分享下本園嘅醫療發展歷程好唔好啊？本園咧一直秉持着普濟勸善嘅宗旨，積極發展醫療嘅善業。我哋最初嘅時候咧，先建咧係我哋嘅廟宇，然之後咧開辦各種嘅善業，遵從先師嘅信仰同埋佢嘅基事。贈醫施藥局喺1924年農曆6月19日咧開始設立嘅。講少少歷史俾大家知啊，喺1960至70年代，即係香港醫生荒嘅時候，當然有唔少中南亞華僑西醫嚟香港定居，但係醫生嘅人數咧就遠遠追唔上香港迅速增長嘅人口嘅需求。嗇色園咧早喺60年代希望開辦西醫嘅服務，不過最後先到1980年先至付諸實行。同時間咧係與時並進，中藥嘅飲片嘅方劑濃縮變成一個顆粒，個個診所亦都全面係電腦化，包括咗登記診症配藥等嘅服務。係啊，其實喺80年代嗰陣咧，嗇色園已經有贈醫施藥嘅經驗，但係為咗順應社會嘅發展，我哋決定咗擴展西醫嘅服務。頭先聽阿李 Sir 講啦，因為60、70年代咧係有個醫生荒嘅問題，所以咧我哋到1980年10月，西醫診所籌備就緒啦。我哋開始就對外服務。其實1980年到而家2025年已經45週年㗎啦。記得我哋嘅宗旨咧係普濟勸善。當然啦，我哋係非常之感謝好多好嘅醫生。我數過2個係我哋啲元老級嘅醫生嚟嘅，一個就係盧景德醫生，一個就係梁子正嘅醫生。西醫診所創辦嘅時候盧景德醫生咧擔任係西醫嘅主管，而梁子正醫生咧就兼任西醫，所以佢2位咧係功勞不少嘅。2位醫生由西醫診所創辦開始，一直工作到退休。但係其實佢哋係退而不休而家佢哋每個星期都翻嚟做義務嘅醫生，提供呢個義診服務嘅。嗇色園嘅醫療服務咧，除咗喺緊密同黃大仙地區合作之外咧，其實呢幾年咧，亦都去走到其他區份。喺2022年，我哋喺上環開設咗中醫健康綜合治療中心，我哋亦都積極參與咗政府嘅醫療相關嘅計劃，長者醫療券啦、疫苗資助計劃啦、大腸癌篩查計劃啦，同埋最近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等等。當然，我哋個個都係義工我哋嘅財力就未必係足夠我哋大量發展。我希望所謂
有福嘅人做多啲善事，服務社群，普濟勸善。